全体肃立。命令核定陆军中将许元溥晋任陆军2级上将。谢总统。是。王校长以及我们各位司令，许上将是我们第一位具有原住民血统的上将。我们除了团结国人、一致对外，谢谢总统。太阳，然后是终身感谢。是，基本的是。是。奉总统核定，特任海军2级上将黄曙光为国防部参谋总长，以民国109年1月16号为新职生效日期。新任参谋总长的任职布达典礼参谋总长，今后将为国家和国军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和使命。服务的经验非常丰富，这种方式对任何时候都没有办法排除事物有以待之。大家必须在建军备战上面据理严明的现代化国的坚实战力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有屏障有所凭借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也祈愿大家，我们要努力战训本位，守护中华民国，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幸福安康，这是我们受人尊敬的存在的价值。尤其在面对骤变时，全体肃立。命令核定陆军中将许元溥晋任陆军2级上将。谢谢总统。是。王校长以及我们各位司令，许上将是我们第一位具有原住民血统的上将。我们除了团结国人、一致对外，谢谢总统。太阳，然后是终身感谢。是，基本的是。是。